保着前，恩你献上我感谢。你为了我的罪，定是一世界，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是阮保着前，恩你献上我感谢。你对是哪个我，赢过世事款世，受死我命。主，我要高举你性命，直到永永远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的日子。今仔日伫咱的敬拜进前，咱将咱的焦点对准伫咱的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参加来祈祷，将咱即马所经历的代志，无论是痛苦、烦恼。也是即马当咧忧虑的事，咱全部拢交托伫咱的上帝面前。因为咱的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是为咱担重担、劳苦的上帝。咱若家己来担，咱就无法度成做一个清心的人，来到咱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我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咱用祈祷。将咱的心、中心来对准咱的上帝，对准咱的主耶稣。咱三角用祈祷，甲主耶稣来三结的，甲上帝三结的，来领受对天来的福分。咱将咱家己全然专心仰望伫主的手中，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了你，今仔日是一个得胜的日，今仔日是一个敬拜你的日。主啊，阮就带着一粒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主，你是阮保障前。无论阮即马拄着啥物的境遇，是坎坷，是健康，还是家庭的问题，还是人际上的困难，还是经济上的困难，我们将一切搁再一摆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互阮今仔日的焦点来对准你，因为阮深知你是信实的神。我们三角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互阮经历一个新的稳定。主啊，我们感谢阿罗你，主啊，哈利路亚，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献上安尼祈祷，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的性命。阿门。这是咱嘛来献上咱阿罗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要称颂主的名，直到永远。因为咱的主是至高至大的上帝，咱的主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咱三角献上咱阿罗的上赞的祈祷，来伫主的面前。主啊，要阿罗你，我们逐天来称颂你的奇妙的作为，我们传扬你的救恩，来称颂你是至高的神，是独一的主宰。既然有惭愧的，拢伫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才应将荣耀归乎你。主啊，我们过来尊敬你，因为你是创造主，你掌管宇宙过去、现在、未来的主宰。主啊，当阮阿罗你的时，一切对敌的捆绑、黑暗的权势，就被震动，恶者的作为要完全被消除。主啊，要阿罗你，因为是得胜的主，你掌管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你的名是大有能力。
主啊，要呼求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无煞。主啊，嘛要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引带阮头前的路障，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你拢来替阮排除，你拢引带阮通过侪侪的考验，互阮引带阮来到你所应允的宝地迦南美地。主啊，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上时啊，邀请兄弟姊妹，这是咱向主来祈祷，咱将咱的罪全然摆咧伫主的面前。有时咱常常犯罪，毋过咱毋知，咱将咱知甲咱毋知的罪，全然拢摆咧伫主的面前，求主的保护，洗清咱所有的罪，求主来赦免咱的罪。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要落你，你是至圣至圣里面的主。阮谦卑承认阮的软弱，阮有罪恩情，常常做歹，阮大心来行好，常常犯罪来离开你，浪费你赏赐伫阮心中的恩赐。主啊，总是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恳求你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所有的罪过，互阮来进入你的恩典中间。行你的道路，求你的光，就照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引带阮，主，阮将阮的罪全然摆伫你的圣手，求你的保护来洗清阮所有的罪，互阮成做一个清洁无瑕疵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阮安尼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来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上时咱嘛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主兴起富强教会，互富强教会成做一间传福音、学习主样式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彼此接纳，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有听的教会，成做这个社区的亮光，成做这个城市的祝福。咱嘛上时为着所有的长职、同工、牧师。团队每一位会友来祈祷，互咱逐位拢有一粒谦卑的心、顺服的灵，用心灵甲心实来敬拜咱的上帝，来领受上帝所赐落的恩典。咱嘛为着富强教会逐个家庭献上咱的祈祷，求主来引带所有富强教会的家庭，拢行伫主的旨意中间，也为着病痛中。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甚至是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咱嘛献上咱的祈祷，求主来引带因头前的路站，求主的温柔、平安、喜乐赏赐伫因的中间，互因借着上帝来行出未来上帝所命定的道路。咱三角来祈祷。主啊，恳求你持续是阮属乎伫富强教会，互众兄弟姊妹心中充满了信心、听声、甲毋望。主啊，你互阮继承富强教会优良的传统，是一间充满上帝听的教会，人人正做基督精兵传福音，人人有备好达地来军队牧师追求同一的意向，遵守大使命。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互阮伫生命中持续做福音的见证，传扬你奇妙的救恩。主啊，我嘛要感谢你，为着富强教会，呼召好的牧师团队来牧养阮，佮竞选一群愿意委身、乐意服侍的中职同工、专职同工，来完成教会所有的事工。主啊，求你赐了甘心服侍的心志伫因的心上，赐了下密伫因的中间。透过因的服侍，佮较来亲近你，佮较来较慕你，佮求伊赐了无同款的恩赐伫因的心上，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成做你的好管家。主啊，我们暂时为着富强教会所有的家庭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来带领富强教会所有的家庭，拢行伫主你所期盼的道路顶面。
主啊，你的旨意明白伫显明伫的中间。主啊妈，我也袂为着心灵忧伤、身体袂疼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求，求你怜悯看顾，你医治的信手，就临到因的身上，互因早日来得到健康，也特别为着死丧亲人的家庭来祈祷。求主你赐了安慰伫因的中间，你的恩望也临到因的中间，亲自失去因的目屎，成做因的瓦壳。主我们献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这是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嘛特别为着罗志明兄弟2场团讲的信心，甲所有的服侍同工献上咱的祈祷。同时，咱嘛感谢上帝，互咱伫顶礼拜顺利来完成咱新的长老甲执事长职的选举来顺利完成，咱嘛献上咱的祈祷，嘛为这新任的长职来献上祈祷，恳求主来引带因，主的信心甲因三角地内，互因伫加入新的团队的时阵，佫会当加添力量来号召富强教会未来伫上帝国的事工、上帝国的道路，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咱献上咱的感谢，你的稳定时常充满伫阮的中间。主啊，咱为着富强教会未来一日的长职当中，来献上咱的祈祷，感谢你，互阮顺利来选出新的长老也是事，互因来加入新的团队，来引带阮富强教会未来伫上帝国道路。主啊，互阮愈来哪来哪加天对你遐来开力，哪来哪有异象来跑走上帝国的道路。主啊，要特别为着今仔日罗志明兄弟2场团讲的信息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的信心甲伊三角地带，你互伊嘴里所讲出的话，拢是对你遐来能力，对你遐来智慧，互伊讲出的话，互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无论伫现场还是线顶的，拢会当得到造就，得到祝福，甲得到希望。主啊，我也将所有的合适团工当工摆咧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引带，互所有的服侍当工，咱服侍咱得到快乐，咱服侍咱甘甜。主啊，要恳求你信心，只是甲阮三角地带，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来领受主对你遐来的智慧，对你遐来的能力甲稳定，互所有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拢来得到主你遐来的祝福。我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主，我要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主，我要献上我的感谢。哈利路亚。主
邀请兄弟姊妹，咱就对座位中来起立，咱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天北云天，所算无尽，日日引带咱头前的路障。无论咱即马拄着什么款的状况，主啊，你拢咧引带，拢咧带路。真正大。天拢无煞，为咱的生活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路为啥人生，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一切甲因带，互咱稳定拢无煞。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为啥人生，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天地稳定正大，日日咧转，无论风雨也阴天，你拢最大。阮的拢无煞，为咱的生活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为啥人生，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直接靠引带咱头前的路障，直接靠引带，互咱稳定拢无煞。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为啥人生，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哈利路亚！用一切荣耀归予咱天顶的父。何等稳定，何等稳定降临伫咱的心中，伫咱的心内，咱三角来学乐。用真实的心，行好伫你面前，为我心嘛。予我看见，应感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我对你来的温柔谦卑，用真实的心，行好伫
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何等阮地，你看过我，何等阮地，你都会为我留，何等阮地，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何等阮地，你看过我，何等阮地，你都会为我留，何等阮地，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你有所走，我所有捆绑；你有所走，我一切感动；你有所走，我心内弟兄，你的名牵伫大大乐。主，你刷走阮所有的捆绑，刷走阮一切的重担。我所有捆绑，你有所走，我一切担当；你有所走，我心内弟兄，你的名牵伫大大乐。何等阮地，你看过我，何等阮地，你都会为我留，何等阮地，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何等阮地，你看过我，何等阮地，你都会为我留，何等阮地，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用真实的心降伏伫你面前，开我心目，予我看见，勇敢阮的心，领受生命我罪，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这是咱三甲来用信息298首，快乐快乐，原来今晚。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荣耀上帝大恩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也头仰望心更明，必上有求救做歌山，要你我无大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烈我心，修造万民之际恶乐，当心为你做不做，天赛世人三甲应是，天顶地大欢喜，万山千国产野草会，青水边原亮风水，皎皎时光天下水泉，
上主听堂永无煞。主你赦免，主你恕福，甘受尊崇应接上。我命生命喜乐远方，那海广阔水长流。上主天父基督兄弟，顺海一辈情无比，人人三听好无客气，享受喜乐永无离。因为是心三大影响，一切恶露出生命。上帝主爱普及人类，受造三听皆宝贵，称赞不断地向前，一路奋斗为得胜，喜乐歌声响亮无停，带咱入凯旋人生。哈利路亚！阮感谢天顶的主，阮的上帝，阮实在是快乐，同心来敬拜。像你是荣耀的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可是赐生命宝贵的这个地球给阮的上帝。主啊，阮今日用欢喜的心来到你面前，就是要今日阮的这个福音主日，上帝你通过这个主日，阮更较多兄弟姊妹，特别是有真多阮的慕道友做伙伫阮中间，我要三甲来领受你的听，也通过你尽忠的囝儿罗志明董事长伊所分享的，会当造就阮、栽培阮、来影响阮、也鼓励阮。愿上帝你的恩亲自甲阮同在，互今仔日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祝福满满，伫阮正大家所有兄弟姊妹身上。爸上帝，阮感谢你，伫进前一礼拜伫风台中保守阮通平安来度过。阮知影这是上帝你的听甲怜悯，也阮搁较明白清楚，这个地球大自然是上帝你所掌管的。阮人若谦卑伫你面前，阮就要领受上帝你特别的恩待甲祝福。愿今日敬拜归荣光伫你，阮正兄弟姊妹大家拢得到大大的鼓励甲造就。祈祷，我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接续，咱做伙来启用，我来启，大家来用。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棚内。伊会甲我放伫石板顶。我要伫伊的布棚欢喜献祭。上主啊！
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唔通受气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欺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唔通照着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就信靠主，就信靠主。听到这，咱接续做伙来祈祷。恩典满满，亲爱的阿爸爸主上帝，你掌管万事万物，支配所有一切。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全能的神，是至权至大的主上帝。认捌你的人有福气，信靠你的人有平安。天顶地下万邦万民，拢要尊重你、敬拜你。感谢俄罗主。亲爱的主耶稣，秋天的风台威力特别大，也真罕见。3日前，康瑞的强台侵袭阮台湾，你有源信息的，亲像1个月前汕头的风台同款，保护阮、固守阮，互阮每一次风台若临到阮台湾的天顶的时，你就拍散伊的强度，减轻伊的威力。总是互阮避过风险有平安，也互阮的损失降甲最低、可管可控。感谢你，常时也恳求你施落安慰甲开力，互即次创伤的灾民心灵以及因的家庭，拢拄起因的忧伤，伫轻生中重新得力，克服困难。顺利重建家园，也互阮全国的人民甲政府充满信心甲力量，同心合力，团结合作，互所有的损害的整修甲重建，脚步无停，如期完工，快快恢复阮正常的交通运输甲日常生活，互阮的社会甲国家持续繁荣甲进步，感谢主。主耶稣，感谢你的保守甲眷顾，顶就阮所召开的临时和会，伫你的保守中，流程顺利，过程和平，也顺利选出2位长老甲3位执事，成做阮的好同工。愿荣耀归乎主。也求你伫新当选的长职因的身上，叫因同在，做因上好的帮衬甲瓦靠，智慧充满因，圣灵充满因，互因未来的事工做光做盐，信心刚强，如鹰天息，行无野，走无先，荣耀主圣名。常时也求你持续光照阮。今年底以及明年有侪项的事工，无论是奉献、预算，也是福音的保养等等，拢会当得到你奇妙的恩典甲异象，好互阮富强教会日益复兴，造福这个社区、城市甲人群，互更较侪人的性命伫遮得到创新甲拯救，互你的救赎。荣耀、得胜、甲信息，久久长长伫富强教会发热
发光无停煞。再一次求你施恩赐福，互阮的众会友，互阮每一个人身体健康、平安有盼望，家庭和谐、幸福有喜乐。阮安尼恳求祈祷，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共读圣经，今仔圣经节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伫诗篇第5章12节，以及27章第1节。第二个段落是哥林多后书12章第9到第10节。我来共读诗篇的第5篇12章，以及27篇的第1节。上主啊，你要赐福互义人，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四面为因，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惊啥人呢？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要着了惊啥人呢？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到第10节，伊应我讲，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恁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因为安尼，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身上。为着基督的缘故，我甲软弱、侮辱、困苦、艰难以及迫害看作是好，因为我什么时软弱，迄时就坚强。圣经共读到这，接下来咱要请圣歌队为咱献诗，献诗说，请罗志明兄弟为咱讲道。今日罗兄弟要为咱传讲的题目是基业恩典，基业恩典。恩典。
哈利路亚！咱用拍破啊，来学罗咱主，感谢上帝。恭喜姊妹，大家到早平安。啊，咱经过一个风台吼，咱台南安尼有惊无险啦。这是上帝恩待咱台南吼。啊，咱真欢喜今仔日来迎接咱的福音主日吼。啊，咱先甲隔壁请安一下，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来甲隔壁请安一下吼。各位兄弟姊妹，咱久久真期待啦吼！咱对9月开始，咱今年的幸福小组，啊到今仔日吼，拄好是咱第2阶段啊，咱的即个幸福8周，就是讲幸福小组的8礼拜的分享，拄好过一段落。所以咱今仔日安排第1场的即个福音主日名人讲座，啊，咱真欢喜啊，受到咱的即个。啊，刘振烈牧师的推荐啦，吼，来推荐咱的罗志明兄弟来咱中间做见证。啊，我一个接到即个消息，我知影讲啊，咱的罗志明兄弟吼，我伫20年前就甲伊捌见过面，因为迄个时阵伊是立法委员吼。啊，伊的头衔足多啦，吼，我是讲啊，咱伫教会内底上亲切就是兄弟咧，吼。啊，咱若看到伊的周报内底所记载，伊捌做过啊罗志明兄弟捌做过市议员、立法委员，嘛伫科大咧做副教授吼，嘛担任足侪基金会的即个啊属伫较属伫资讯方面啦吼，啊文教方面的董事长安尼。啊，当伊安怎来信耶稣？吼，这就足奇妙啦！啊，所以小等下就要请伊来讲安尼。啊，伫我伫请教刘振烈牧师的时阵，伊才甲我介绍讲，咱罗志明兄弟吼，伊毋若是安尼伫社会经历足丰富，伊搁伫奇妙的经历中间来信主，所以伊的见证呢，安尼是上新鲜的，就对，是呾发生无偌久的代志。啊，所以今仔日吼，咱邀请伊来的时阵吼，伊甲我讲，夏牧师啊，我毋若我家己来吼，我要招阮的。啊，真爱教会内底所有的小组员拢来安尼，啊，所以咱先欢迎咱这小组员站起来，阮甲你欢迎一下好无？因为小组吼，好，请坐。啊，小等下因也要用啊罗志明兄弟伊分享的主题来做一个唱诗歌来献诗来回应啦吼。啊，咱常看见讲啊，因真看重啊，今日透早8点就来到咱台南伫高雄来吼啊，表示讲因真注重迄个团队的精神，要用主的话啊，甲咱三甲勉励甲分享。啊，时间非常的宝贵，啊，我即个顺着介绍啊，咱的罗志明兄弟罗志明教授来甲咱分享奇遇恩典，迄个遇是加个个，咱拍拍一个拍拍声欢迎来，再来，啊，麦克家己有咱的夏牧师。夏牧师，咱的谢牧师，各位咱富强教会的执事，啊，甲咱这长老，以及咱这兄弟姊妹，以及我真爱门店小组的兄弟姊妹，今仔互咱主圣灵的带领，互咱夏牧师的推荐，我会当来到富强教会。来做我的见证的分享，希望我的见证分享会当互在座的兄弟姊妹作为传福音的一个三角熟悉的代志。因为互今仔日你若未信主的人，因为会当得到一个启示。我行20冬，才来信主。这20冬内底。我一开始，我是一个足虔诚的佛教徒。你也想啊，我伫民国74年5月11号，我结婚的时阵是火化婚礼，是新闻大师啊来甲我证婚啊，所以你也看，徛伫这面前，74年的时阵。我就是佛教徒，伫这当中内底，我伫这做这个佛教徒的当中，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来往生，我拢749天亲口即念佛经，啥物即个悔改忏所以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咩迄个佛教徒，我太爱耶稣了然后呢，爸爸妈妈拢囥伫佛光山下山顶的宝塔。一年我爱4届去到佛光山。我过去拢会带学生囡仔，因为我伫大学咧教册，所以呢，寒暑假带学生囡仔50-60个去佛光山内底做研习营。到尾大家伫遐咧即个读即个佛经，所以我一生内底一开始我认识的拢是咱的佛教。然后呢，我因为虽然是家己讲是佛教徒，但是我伫民国83年一个机缘离开我教授的教职，大学的教职去选市议员。对于刚开始我感觉我略心无主因为呢，人若叫我去椰林庄，我选的是海边遐渔民因兜爸母过身叫我椰林庄，西讲叫我行东，我行东；西讲叫我行西，我行西；叫我跪落，我跪落。我感觉我是安怎，哪会变安尼人？所以呢，大概有当时啥物7月时4礼拜转来，感觉我到底是信啥物话？我感觉我家己有够空虚就对安尼。然后呢，我毋是无机会熟悉咱的主呢，我无机会认识咱的主呢。我的丈母，我的岳母非常的疼我。2003年4月17日，伫咱高雄的武昌教会受洗。伊就逐工呢，甲我传福音呢，佮摕10万块我讲志明你去帮我找一个基督教牧园。我是一个佛教徒，叫我去基督教牧园找伊个墓地，甲伊买一个墓地，互伊后面会当做永生的所在。我丈母伊伫即个50几岁就得到即个乳癌呢。伊得到乳癌10几天食即个药排除的药食到伊的心脏出问题。高雄的长庚医院讲，即个王陈阿焕，你心脏衰竭，你应该无机会我丈母就一直求助，伊的即个弟兄姐妹过来阮兜咧求。我拄好迄阵做立法委员，熟悉振兴医院。我讲妈妈，我带你来台北结果呢，我带去振兴医院，入去第3天，前3天呢，当然足侪咱的主内弟兄姐妹拢来伊面前，甲伊祈祷。咱想讲，阮丈母可能连伊要无去安尼呢。我嘛毋知咧祈祷啥，但是呢，第3天，一个28岁少年人车祸迄面孔冒着心脏来到振兴医院，结果匹配的结果阮丈母血型甲各方面的拢符合，马上甲伊手术，救着伊一命。伊用28岁
少年人的心中，带着主的祝福，开始伫公园蹦蹦跳跳，都活到88岁啊！安尼啊，88岁，伊互主带去的时阵，我伫阮兜隔壁德成教会做即个告别礼拜。因为阮兜个我做民意代表，我爱起来这主礼台做生平介绍。我实在惊到皮皮喘，因为伫十字个头前，我还未信主，我因为皮皮喘结果牧师教我安怎讲讲啥物你要走的路已经走完咯你即摆上帝要带你去即个有青草的所在的水边要互你安置就安尼讲的我沙无所以我是伫即个遮尔好的机会来甲主的即个主礼台，来甲牧师含做伙甲阮兜的人安尼，我非常的感动对不对？但是呢，感动一天过，去望远转来了后，我又搁袂记你主生做啥款。你看，然后阮的丈人爸王文玉先生伊做过市员，伊较铁齿，伊主济啦。伊讲迄落甲村的人讲，我若往生恁甲我烧烧的阵坐船出去野安尼安尼啦结果呢，伊讲无偌久，换伊来入面讲无偌久伊入面咯。伊伫长庚医院，结果呢，伊着即个癌症，到尾呼吸真困难的时阵，阮太太是2004年信主逐个人来到伊的面前，安那祈祷。阮丈人爸目屎流落来，讲伊要信主。我讲信主无甲骨髓也爱害的呢，信主是爱含妈妈相共，爱去青翠的梦园呢，爱嘉南美地呢，所以去嘉南美地呢，爸爸你袂使去野鱼呢，结果呢，伊突然目屎流来，讲伊要信主，阮太太是安尼欢呼赞美主哭泣哭泣真诶，马上请德兴教会牧师来，张牧师来，伫伊临终前来受洗。我讲阮丈人爸遮硬斗的讲安尼伊就讲伊要到尾讲伊要信主。我咧阵感动起来，结果呢，做完即个德兴教会做主礼拜了，我第一届看牧师带阮去到望远，做一个合葬的礼拜婚礼现在丧礼啦。这两个较早无共的一个主席，一个基督教的。即摆到尾也要困做伙啦，我非常的感动伫这望远内底，迄有一个小木屋的基督这个教堂内底办合葬的这个礼仪甲两个阵困做伙我嘛足感动，但是安尼感动。因为我又搁要去父亲节，爱搁去礼福公园拜阮爸爸妈妈，所以
我的灵啊，到底在哪里呀？时而东啊，时而西啊，时而南啊，时而北啊，我真正懵懵了了。然后呢，阮太太，伊即摆伫高铁要对台北落来。伊2004年4月12号，伊来信主，伊伫咱的真爱教会来受洗。真爱教会中心嘛，就是迄个百利文教基金会啊。百利文教基金会呢，伊就是传福音的一个基金会、读册会，叫我嘛去参加。迄个百利读书的诊所长老吼，伊本来嘛想要来呢，但是阮迄边嘛是咧礼拜，伊也歹势来。所以呢，伊对我偌好呢，逐工都志明，你当时要受洗，不断地甲我传福音。伊个百里个厝个楼骹，互我做办公室免钱呢，看我会软弱袂安尼，你知无？我游玩，阁无信主。阮太太咧信主啊，逐工咧食饭前祈祷、祷告，要困之前祷告。有当时啊，除了做礼拜以外，伊拢看迄个叫做 Good News， 听迄个看迄个电视。伊嘛叫我看咧，讲你无代志加遮，莫定定看球赛你看一下耶稣长得怎样？安尼。我嘛拢拖伫遐，看迄 David 伊布道，哇，几6000人，安尼。所以呢，我有足侪机会会当来亲近主，有机会信主。但是我失觉到啦，我的灵无按主斗阵啊，伊的引带无互我感动啊。所以呢，伫2023年顶年1月4号，我依然挂一个皮包啊，伫台中啊，要伫公司要上班，8点半，公司来8个彪形大汉。8个楼骹个4个总共12个，来苏查办公室手机没收。我讲我是犯啥物法？伊讲叫做国安法。这门啊真大就叫带我讲要去我住厝的所在苏查，所有物件拢苏查。我阵阁有才8个人用高铁带倒来甲高雄的厝去苏查，迄暝，互伊叫伊调查处，问8点钟，了后半暝佫甲我带去即个高雄地检署，等到半暝才开新闻，检察官讲要甲我收押。我讲，我的人生会变甲安尼呢？结果呢，收押困伫地下室啊。隔工法官才会当来审判。结果呢，隔工3个法官伫遐看讲，这12当前，带球队去大陆拍球的代志，恁的证据嘛搜查了啊，你应该放伊出去。所以我出来伫外口19天，19天内底，阮太太嘛一直甲我祈祷，一直甲我讲，志明咱来信主，咱来受洗。我嘛无。19天以后，我用抗告成功人带入去伫燕巢的看守所啊。
迄讲当时呢，少年的啦，带入去了，苏打了，迄天足寒，8度尔，困伫伊电脑边的涂骹寒到要死。我讲我太变成即个所在，迄个时阵我人生感觉非常的软弱啦。我感觉伫即个安尼细细的墙壁内底，我失去我叫啥物人啊？结果呢，安尼那想阮人吼，准分年小共啊。结果迄家的人，他们用迄个血压计一量哦，命高血压219，低血压117啦，就要无命去，你敢知影？结果少年嘞，我一个人，迄暝拢无困，目屎哭哭地。我一个教授，一个博士，一个全国的优秀青年，全国的优秀青年，我今仔日来到即个所在，我到底是安怎？结果第一天佫无困，安尼寒甲血压足悬。第二天呢，因足惊我跋倒，拢叫我坐咧倒咧，绝对袂当徛起来。到尾派一个姊仔的伙伴朋友，即摆毋捌斗阵。结果迄天已经是除夕夜，人生第一届除夕夜的团圆是看墙壁的。我受着阮兜的人，阮太太、阮查囝、阮儿子、阮孙仔，我毋知是要安怎形容我迄阵的情形。结果足艰苦度过第2天，因为阵仔休困，迄落加讲5毛迄落临时的医生会当视讯看病，因为我阁木修伊，我较早嘛无高血压的，我是血糖尔。迄个大年初一，一个早起啊，早起就是讲已经咧服侍呢，安尼拍菜，对迄细间的窗仔门，我咧拢看袂到天日啦，一个窗仔门拍菜的时阵哦，等一本乌色的册入来。我是袂当收任何的册甲批，嘛袂当像因即马伫遐会当讲看迄个所当性的电视啊，我拢袂使。约一本乌色的入来，我接到了，惊到要死。一看圣经，即阮兜几啊本，我毋捌摸过。阮顶受洗人送伊2、3本，阮太太受洗人去送伊3、4本，阮兜6、7本，我毋捌哩掀过，即摆弹入来，本来是乌漆嘛黑啦，看到烫金2字圣经啦，目睭金起来，可能有救啊！因为你无物件通看，你敢看墙壁，你会起笑啊，有无？叫弹入来了后，开始行这个圣经啊！我头前，咱大家拢小共旧约啦吼，啥物创世纪啦，啥物民数记啦，啥物历代王记啦吼，迄读袂落啦。所以我先对诗篇开始。今日读个迄诗篇逐条的大卫所写的即个诗篇啦，这是150篇内底大部分拢，迄个大卫咧逃亡啊，拄着困难写的，读起来拢含仔介共啊。伊讲捆绑就含仔介共啊。
安尼愈读煞愈煞拍，哦，敢讲圣经无遮歹读啊？对不对？读博士的啊，对嘛？教授啊，这无介困难。读到现啦，愈现愈有兴趣。你2023年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啊疫情足严重，所以若建入啊还大过的人，伊就去出定了，伊就该换一个入来。我拄好换13个人，13个即个互起诉，还是讲还未判刑的，这羁押犯含我大做伙，13个安尼轮岗入来。第一个入来，就是一个手哦，这手粗甲比我大腿较粗啊！车连车我惊到要死啊！哪会派这个来？对不对？点点拢毋讲话。结果呢，我有一天我就第二天我甲伊问，讲你是安怎入来？伊讲伊是总港股的即个下晡上班的遮好公司啊，含咱员家摕了一个铁条哦，讲伊哦，我甲一个讲死啊，迄讲死人啊！你是讲死人的杀人犯？我皮皮抓呢，结果呢，咱带蒙带，手来一本圣经嘛。咱讲呢，读圣经，我讲迄个黄勇弟兄，我读圣经互你听。伊讲无啊，阮母啊。主祭，佮拄着主祭。我讲吼，这读圣经无要紧啦，吼，我念互你听，对不对？我佮念诗篇互你听，结果呢，伊就点点啊开始听，听了吼，迄个面哦，逐身足伤煞诶，对不对？慢慢啊吼，感觉较软化。我佮帮伊。祈祷啦，祷告，哦，我祷告哦，到尾我拢讲主一定知你是冤枉的，但是应该圣经无即句啦，但是我惊伊咯，所以我一定爱讲主一定知你是冤枉的，安尼个事你无做啊，因为目睭紧开，会开始因为行圣经，因为我是迄个大学。毕业的，迄个圣经专科啦，毕业的。然后呢，家己祷告，家己哦，因为透早我起来坐伫棉被顶边祷告，要困祷告，伊也对我细细念，伊嘛细细念啊。我嘛毋知咧念啥，你知嘛？结果我是安怎特别强调即个人。结果呢，我出来无偌久，伊有一天，伊嘛出来，敲电话互我。伊讲安怎你知无？伊讲哦，伊伫内底哦，互一个东房的人甲伊霸凌啊！我讲你的手比我大腿较粗，你讲霸凌？伊讲我含伊斗阵一个霸凌。然后我请伊食西餐啦，食哦，伊摕一个谱我看，讲伊伫内底哦，抄迄个经文啊，圣经啊，刷入去甲我讲，你看我写祷告，我讲你的祷告文比我较丰富啊，对不对啊？对恁老母、恁查囝、恁太太，伊伫祷告甲你家己安尼。伊甲我讲哦，伊目屎连来甲我讲。你敢袂带我去找恁教会刘牧师啊？伊讲伊要受洗啊！这是第一届我伫家下内底拄着即个杀人犯，伊出来甲我讲伊要受洗。因为我已经迄阵仔受洗啊，我出来我就家己主动去受洗。我无像恁叫啥物信仰小组8礼拜。
对不对？佮有啥物爱宴，佮有啥物见证啊？佮带恁来遮听牧师啊，讲经我无啊。我较咪从伊教会讲，杨牧师我要受洗，你行一条啊，你说受洗，受洗你也无迄个历史讲要受洗，你也无受洗班受啥物洗？我要受洗。我伫真来教会20担我要受洗，我要受洗。结果呢，迄个出来伊也讲伊要受洗，我带伊牧师。啊，结果呢，伊真正受洗，伫阮教会参加无2个月的活动，尾后伊就是故事杀人了。伊即马7档的道行入去内底，我送伊迄个足侪册，对不对？沙漠啊，没迄个哈，花木甘泉，毋是沙漠嘛，花木甘泉，送册。啊咧入去，我希望伊入去有神哦，因为我会当传福音嘛，传福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拄着的杀人犯，伊是高雄市金西湖电视报啊轰动的，甲伊的女朋友插13刀死亡啊，插5、6刀无死。伊是咧杀猪吧，你知无？佮足出去外口，佮甲伊插到死为止啊！安尼你会惊袂？惊到要死啊！惊，结果呢，伊出来了后，是安怎我才知伊是杀女朋友呢？伊半暝啊，拢醒起来，伊毋困呢，伊讲伊毋困无要紧，佮甲我救起来。我想要甲我安怎呢？甲咱救起来，你敢知啊？伊讲哦，噩梦啦，我梦啦。伊女朋友哦，来咧甲伊托梦，来咧甲伊掐脖子啊，我都困。我毋敢困，你莫困，陪我困。我无陪你困啊！你叫我莫困。我尾啊吼，因为我搁迄部圣经搁摕出来，伊搁念迄个诗篇落去听，我一直念，我一直读啊读差不多，我印象中哦，即个较冤困咧，读7、8章啊，到尾啊，心较定倒咧困，我2个人平静安稳，在主的这个引导下，睡到天亮，睡到天亮。所以你就知影讲，我得着安尼圣经，我安尼拄着这杀人犯，我安尼来读，毋是无效呢，有效。所以恁信主读圣经绝对有效的啦，对无？我信主了，我逐工3篇圣经啊，对不对？当时一天一篇生命发光，对吧？我是读3篇呢，我的生命发光又发光呢。知影读3篇，献上福金。我搁劝阮的弟兄姐妹爱来读圣经。伊若要周旋读圣经的，我可以家婆家个别谈话呢。我讲你是听无，还是看无安尼？信主了后，安尼读圣经，是那因为讲，这志明弟兄是安怎啊？逐工要叫人读圣经。我若无圣经，我除了我无命的，对无？第3个排入来，恁敢知影啥物人物？我拄着一个哦，强奸犯。强奸了不要紧哦，非常难过。他强奸了他2个女儿，他太太是目睭青眉。
他大女儿被他性侵以后，送在市政府的社会之家在照顾，他又性侵了第二个，又被抓进来。你敢知啊？转入来时，因为我要转入来这个房间，就细间的转入来以后，全身发臭，臭到哦！我讲但是安怎？你是放屎还是落屎兄？3日无洗身躯啊！3日。我讲你啥啊无洗身躯啊？伊讲我都无钱买衫裤。我讲，但要上顶悬咧摕内衫内裤，肯定会穿。敢要叫伊换衫裤，啊无我是要安怎臭到要跋倒？然后呢，伊的骹哦受伤，伊我都屈落，屈咧便所，伊徛咧放咧，放就是我头壳是拄伫这个洗衫池仔内底，下骹伊是踮遐放尿，扑到我枕头拢热呢。然后呢？伊讲伊无法度洗碗池，屈袂落去，我还帮伊洗碗池。刷咧呢，我还帮伊洗衫呢。安尼无要紧。第3天，咧食早顿的时阵，伊突然手骹发毒，骹准出会塌去，我一碗早顿都飞去天顶了。我迄天都无早顿通食，我较知影讲有癫痫症啊，癫痫症吼。我即摆较知影讲癫痫症是安尼呢。佮有一天伊出庭转来，我好心今日无饭通食过昼，准备一碗饭匙啊。伊迄天无欢喜，转来个我逐个饭塌去，我的面皮拢肿饭啊。我要安怎困？无法度困。然后，即个狱主啊，咱的迄个家角的管理员，就甲伊讲：你叫伊拢爱坐，袂使徛起来，徛个电声哭的，敢过身啊，对无？安尼过日子，但是呢，我想讲我是安怎爱做这工作，结果呢，我较想着讲。我嘛读到圣经内底，耶稣爱人呢，对不对？耶稣伫路加福音，伊车眉摆开，乞食，伊嘛拢咧甲伊医治呢，对不对？伊主日，嘛，迄叫做安息日，嘛咧共看病。我想讲，咱都有读到圣经啊，耶稣咧遮伟大啊，耶稣爱人。我们也是爱人如己啊，对不？我帮伊做这工作，然后我甲伊讲，我讲你是安怎要做安尼工作？伊讲伊嘛毋知影。我阵读经册互伊听，结果到尾伊甲我经册唱，伊用啊读经册。但伊念我足大声啦，袂使啦，对不对？伊那像人爽的安尼，我袂读啊。我讲安尼袂使，难免人就来啊。结果呢，过无偌久，伊就用调去外口，然后就较靠近咧医疗站啦。啊无我真正，伊若伫遮一礼拜，我差不多做一礼拜，我伫阮兜。要洗我伫的机会有啦，嘛是介少。但是要洗衫裤，我看则真困难，感觉热安尼啊。所以拄着这，我嘛是靠圣经，互伊莫去皮出。我嘛惊甲我性侵，你敢知影？所以我是老伙啊。所以，我伫即个家内底，这第3个，我去记咧一个食毒的。有一天，送入来一个食毒的，入来人好好呢，结果呢，
困无偌久，讲伊寒到要死啊，寒，足寒。我堪米我的棉被衫拢甲伊夹，佢寒到要死。咁啊，但无事啊，讲踢了了啊，野了了，讲伊吼热到要死。我讲一个，我经历介恐怖咧尔，伊既然呢，行无两步，就踹西踹着。我直接讲这是太个代志，这事实。所以食毒的人哦，我都控制家己啊，失禁啊，什么他都不知道啊。我真正，迄差不多3、2天尔，我敢若目镜洗手，你就知影真痛苦。迄个呢，食毒就爱去爱互带出去戒毒啊，家己出钱哦，吼，到尾要带出去。我去拄着一个车手，我13个人内底，我拄着6个诈骗集团，我拢知影因安怎诈骗啊，所以呢，我实在会当去做刑事组的啊。迄个19岁啊，19岁尔呢，伊做车手，安怎入来？伊伫义大百货公司，咧领骗来卡片咧领钱啊！伊个包袱内底哦，伊甲我讲哦，拢有3束的衫，4顶帽啊，头领一届换一束衫，换1顶帽啊，安知无？结果呢？伊个册包拢啥个掉伫便所，真歹运，许扫地看到，甲伊摕去警察局，一掀起来拢卡片，甲即个衫裤，伊准互掠伊啊，掠入内底。我讲你遮尔少年啊，19岁，你是安怎要做这？伊讲哦，做一抓赚10万啊，我会当做个过日。我讲，你足少年哦，啊，莫去做这代志。啊，我念一下警察互伊听。19岁，我念，我读互伊听。啊，听听的。我讲你处理吼，毋通去做这代志。你19岁尔嘛，对无？啊，伊安尼点点，哦，啊伊嘛足紧就处理啊。最后一个入来。我讲，主啊，要拣选我啊！怎么安排的那么巧？最后10天，进来的是什么人呢？配偶调查处的副主任，伊本来是高雄市调处调伊啊，伊是班外单位呢，到尾主呢，家己啊，即慢斗阵呢。嘿，这毋是讲迄个啥物安怎？是因为这个人信客住20档啊，20年呢，他每天哦，他的祷告我是坐着，他是跪呢，早晚跪着祷告。这个陈弟兄在嘉义受洗，他进来以后。他会查经呢，那个荒漠甘泉，他又在查经哦，很认真，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有一天晚上呢，他被请出去，说他抗告成功，我感谢主，对无？处理我是讲伊袂去转来啊，但迄暝我就家己大啊，我另外惊到要死啊，因为我斜对面那个。很早迄个空旷的地方哦，是正太极啊，杀人那被枪杀啦，就是枪击的地方。暗时啊，拢会雨狗来嘛，啊，我一个困我嘛惊啦吼。啊，结果呢，2点外又搁入来，哇！我讲真正主要带合斗阵，我还没伫即个涂骹坐咧礼拜。看迄细细窗仔门，
伊带我做礼拜呢，伊通唱圣歌呢，伊通带我读圣经的经文啊，伊通敬拜，你知影无？阮两个坐伫咧小小的堂仔门，哦，伊开始做礼拜敬拜，一个非常虔诚的弟兄，但是他是调查局的，看到调查局你们把我抓进来的，我就是非常的生气，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我啊，结果呢，伊甲我教足者主日礼拜礼节，伊甲我教到者，伊个教我讲迄个莫食猪血，因为阮家内底足侪鸭血、猪血照两顿拢入来拢有啊。我看伊拢无食，我惊一条讲，你罗弟兄这个不要吃。伊是天然噶，当然啦，食这个牲畜的血跟那个，这个在圣经上有很多讨论啦。但是呢，他举了很多经文给我看了，好像也是不是民数记里面的也谈到了，就祭祀的那个牲畜的血就不要使用。我就开始无食，第二顿对无食转来都31公斤，无咩人食，对吗？我要形容的是讲，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信主20年了。这20年，他非常的虔诚，为了一只手机，为了毒枭的联络，他们联络的给他送他一只手机，那只手机让他进到里面来。结果呢，我在6月9号，我开庭以后，我交保，我在监狱142天，我出来没有1个礼拜，他也出来了，知道吗？他很短的时间，我要讲的是讲，现在上帝也安排一个基督教徒20党的人，来伫最后的10天，带我做礼拜，带我安怎信靠主，带我查这个圣经，带我那个朗读这个经文，所以我在里面已经充满主的灵命了。这个若无处理，可能主会去把我带入来。所以我一出去，我就找刘牧师啊，我讲我要受洗，伊讲我咧受洗班后个月我就要受洗，安尼，我都不参加像恁信徒小组那么信徒，对不对？你们吃爱烟吃那么久，有的人还没有信主啊。好，那我今天讲的就是说，我在监狱里头历经了142天，靠了一本圣经得胜，靠了一本圣经平静安稳度过一切。出来以后，1年5个月，经过1审、2审的审判，6个法官都说我没有罪，知道吗？但是呢，我正要在我们真爱教会做见证分享，因为没有罪啊，一般1审、2审若无罪，这样就结束了，对不？就结束了嘛，我就开始分享啊。哪会知影？伫4月9号这个无信主屈强的检察官，佮甲我上诉甲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法官的审判有违宪才可以啊。伊甲我送去甲遐，你敢知影？我迄暝6月9号，迄个晡，我
听一个哦，我想要昏倒，我又去再度软弱，我又去请愿。我讲主啊，我遮虔诚，我啥物门徒学校12礼拜，上级下级24礼拜，从没有缺席。我参加主日礼拜没有缺席，我祷告会没有缺席，为什么还要把我送到最高法院？我又软弱生病，被紧急送到大同医院，阮兜囝大同医院。现在他们倒来，我甲夏牧师摕到以香节。我伫急诊室，伫急诊吊大重的时啊，伊摕圣经来到我迄个急诊室的床前，伊甲我祷告15分钟啊，伊甲所有圣经为着软弱的经章拢读我听，你知道？结果呢，读了。因先生嘛是阮组内的弟兄，伊读完，伊离开了，我大堂地了，我嘛再度去坚强起来呢，去刚强壮胆呢。我感觉耶稣一定是要磨练我。咱的基督耶稣，记载在应该是马太福音吧。耶稣信主以后，还被圣灵受洗，要被圣灵引导带到犹太的旷野，接受试炼，对吗？伊嘛是40天呢，他没有逼我吃饭，结果呢，那个魔鬼给他讲啊，你唔是。你神，你叫你的神啊，你有来个石头变做饭啊，对无？结果呢，耶稣讲，咱都唔是干那为着食物尔，咱还阁有信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啊。所以呢，伊伫旷野磨练，甲伊带去厝尾顶，讲啊你咪。信主，你有大能啊！你甲跳落啊！主会叫这个天使来甲你救啊！你的脚免断去啊！耶稣基督讲，我们不能够挑战神的这个神机小讲，那会当讲你会当求神要甲你做啥物代志？所以我嘛袂使安尼啊！这第2个启示，第3个启示，伊带到山顶，看到这万国的繁华世界，讲你只要甲我归落去，我这世界拢互你。耶稣讲啊，咱信靠咱的主一个神好，啥我要讲这呢？我出来这几个月，我信主了。因为我是高雄市屏东同乡会理事长，足侪人来找我，有的来要向我的衫裤，讲要去过火，我讲我即马这衫拢足贵的啦，唔係，有的人要带我去这个西雅湾山顶，讲遐有一个得道仙的，真牛，通灵。要问看讲我会过关未？我讲我唔免，因为我即马无啥体力，袂使爬山。足侪嘛是足侪试探，好意要甲我带一对，阁有一个讲你伫内底我甲你拢甲你去神啊拜拜，你要行愿啦，还愿。好多的试探，但也没有动摇我，因为我信主以后，我知影所有的试探都是耶稣要证为我们
是不是有信心？是毋是有坚强？真正要来信主安尼对？6个月的三信，我甲大家报告，当然莫讲这神迹啦，也可以说是主安排的巧合。因为我第2场的见证分享啊，伫个饭店啊，迄天10月10号，我咧2个小组做伙要见证分享。前1礼拜，报纸又叫咧捧话啊，叫咧讲我会按啊，迄个红伞甲三信，对不对？我嘛会惊呢，因为呢，我若三信有代志，我要来分享无力啊。主啊，我会无力，我一直求主啊，阮主，我明仔载要分享，我今仔日安尼，我会足惊吓。主啊，你一定要互我依靠，告诉我能不能分享。10月9号，我10月10号要分享啊。10月9号下晡5点，5个最高法院法官宣判我无罪啊。我又再一次靠主得胜，你知道吗？靠主得胜，拍死就要分享，拍断手骨就要分享。所以牧师甲我邀请的时阵，我真惊吓，徘徊啊！因为我一审、2审虽然无罪，又被送了3审，我来富强教会，我的灵丰富不起来，我的心刚强壮大不起来，我会怕。结果呢？你看，10月9号，他给我一个国庆日最好的礼物啊！1、2、3审都无罪，对不对？所以，我甲个10分钟时间无牧师，那10分钟啊？可以啊！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我经过苦难，伫咱迄个经册内底，才会故事化苦难为化苦难为祝福。咱伫即个足早经节内底啊，迄个约伯记。约伯记内底5章70讲，人生在世必有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啊。然后呢，咱的主耶稣，伊捌伫约翰福音10章讲啦，你们在世一定有苦难，有无？上好的就是咱的保罗咧讲咱信主了进到神的国度，我们也一定有苦难，对不？所以苦难，咱要安怎？第一个，我们要信靠我们唯一的真神耶稣，对不对？你没有信靠他，你没有办法祷告，你有委屈，你没有向人诉说，你只有天天向我们耶稣来求告。我逐天做礼拜，提早10分钟到，额头动作耳聋，眼睛瞎掉，伫施恩宝座的面前讲10分钟呢。我甲主讲10分钟呢，没有一次没有说的，每次都说，因为我觉得唯一的真神，我们基督耶稣一定会拯救我。第二个，在苦难当中，在忧愁当中，在软弱当中，我们要由主而来的平安喜乐。所以恁还袂信靠主的人，阮伫小组内底，阮这弟兄姐妹，
他们知道我忧愁啊，他们知道我遇到患难啊，他们知道我笑不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大家都变成我平安喜乐的开心果。阿们，是吗？所以伫小组内底，咱要用喜乐的心来面对咱的苦难，对无？第三，咱来做主的事工啊，爱做主传福音的人。耶稣基督讲啊，讲我们要你来，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我拣选你要干嘛？要给你结果子，对不对？然后你结了果子，你会得到祝福，而且你要让这些果子永远保存，让它保存在小组里面。给他张光雄弟兄，我们明理阿姨，我们的郭银社姐妹，因为是我前阵子结的果子，我带到小组来，他们成为我们的圣歌队，对不对？所以，咱拄着苦难，咱来服侍，咱来伫努力，咱来帮助传福音。所以我今仔来到恁富强教会，就是怀着这样一份传福音的心情。最后我142天，我18个月的艰苦的日子，我要感谢咱的上帝的带领，我一步一步踏出这个困难，我会当来到信主来到真爱教会，来得到我的平安甲喜乐。所以我永远爱感谢咱的上帝，感谢咱的主。我今仔嘛足毋甘，阮的小组，阮是真爱教会恩典小组，今仔一半人伫遐做礼拜，一半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他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啦。你们刚刚有唱过奇异恩典，他们要再回应一次。我现在介绍他们出场。我们的尹宁，我们的副长卢真，我们的诗琴卢真喜欢教会抒琴然后呢，还有我们郭银社姐妹，还有我们慧玲姐妹，还有张光雄弟兄。还有志玲弟兄，还有国燕弟兄，咱大家做伙来唱这首《奇异恩典》，因为伊内底所写的这个现实的歌词，就是我的遭遇，所以我今仔用奇异恩典，他们用奇异恩典来回应诗歌，我们现在一起来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最意的生命，牵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
真是何等宝贵！其恩典如此的甘甜，主啊，你拯救了我，像我这般无助顽强的人。我曾迷失，如今被你找回。我曾经盲目，没有看见你。主啊，你的恩典叫我心存敬畏。主啊，你的恩典减轻了我心中的恐惧。主啊，你的恩典的出现是何等的珍贵！那是我第一次相信神的时刻。我经历了20年，我经历了无数的危险、试探、辛苦和软弱。我已经靠着你的恩典获救，走了过来。主啊，你的恩典把我安全刚强到今天。主啊，你的恩典化成光，照亮了我，引领我信靠你，安全回家。我要感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阿们。按这位来请3个到底来请。许多危险思念荒落，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回家。将来新年，神土欢聚，恩光爱意牵连，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望那日快现。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望那日快现。好，谢谢我们的真爱教会党工这位用首诗歌来回应咱的罗志明教授伊的见证因为时间足宝贵啦咱需要第2场要搁开始所以牧师做一点小小的微调这阵咱要来唱修回应诗圣诗就是160首咱吟第1节甲第2节，同时要请执事执事。伫咱唱圣诗的阵来收奉献，牧师来做一个回应的祈祷，了后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人煞入顶后10点50就要来进行第2场咱坐咧吟就好。圣诗160首，时刻我需要主，1节甲2节，咱请咱的这个奉献的同工开始来收奉献，来做一个吟。时刻我需要主。结果主庇，就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救主连贴我心里，时刻甲我伫地，我心的好比。
我心里，时刻甲我伫地，我希望一好福气我来。咱还有时间来唱第三节，唱第三节。时刻我需要主，无论何方，求你甲我无你，才有安乐。求主引点我心里，时刻甲我伫地。咱直接来做一个祈祷，来做咱的奉献。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伫早起先感动，也感谢主，你带领罗志明兄弟甲真爱教会同工来到阮中间，将因所领受到上帝你的救恩，领受到上帝特别的保守，这个见证来分享给阮。这是上帝你特别的恩待，祝福伫罗志明兄弟的身上。也确信主你的大能气力，也要施到伫阮众人的中间。主啊，阮今日有阮的圣父小组的百姓来阮中间，阮求你，互因听见这见证，知影主耶稣是救主，是基督，是赏赐生命互阮的。上帝，你的大恩，你的大权能，大大伫阮中间。所以，互阮大家得到感动，通学习跟对主的脚步，确信主耶稣基督是阮的救主，上帝是阮。独一的真神，主啊，阮这阵用奉献来表达阮对你的感谢，愿你接纳阮大家伫你面前所做的奉献，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请咱的执事来做一个顶落来报告。请去唔免哈，唔免去，要去唱首歌。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一寡过程咱就来结省略哈。伫报告前，咱先来念本月的金句。周报后壁面以及咱的银幕拢有，做伙来念两解台语的哈。来开始，因为人用心信得到着得义，用嘴认得到着得救。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因为人用心信得到着得义，用嘴认得到着得救。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周报的第2有咱服侍的同工，特别是司礼是下礼拜养圣节执事，请留意，其他的同工嘛请留意做准备心，其他的详细报告，我因为时间我就无报告，由牧师来直接来大家报告。因为时间足急啦咱第一场有迄个。需要接第2场，我大先做一个介绍了后，咱有几项重要代志，甲咱报告，安尼就会使。第一，咱搁一遍要多谢咱的罗志明教授兄弟，伊伫咱中间将伊上届亲身的经历分享互咱知影，实在是足感动咱吼。嘛真多谢真爱教会这同工小组员，咱拢徛起来，我甲你说多谢好无？来拍拍多谢因，感谢因吼。咱若听了无够开吼，第2场。搁留落来好无？第2场搁留落来吼。我一面报告一面来送礼物啦吼。搁来咱搁有其他的新朋友伫咱中间，另外是咱这个徐兆雄前县议员咱的秘书长来，徐兆雄议员来欢迎你。搁有是陈忠刚弟兄的全家福，陈忠刚弟兄伫楼顶吼，来欢迎你，陈忠刚弟兄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过来是咱的洪义娟姐妹，洪义娟姐妹伫倒位？来伫遮，来欢迎，有无？洪义娟姐妹，好，伊拍不要紧，来，互你介绍。咱的阁有新朋友来吼，欢迎，好来。咱罗立伟的夫人甲后生打狗吼，来啦，拍拍欢迎伊来，来，欢迎伊，互伊对台北赶落来，早起吼坐高铁赶落来安尼吼，安尼等下
安尼咱拢全年到齐，咱等下礼拜煞，拄啊一个听候的过程当中，咱请长老吼，甲咱遮的所有的贵宾，咱来翕张相做纪念吼。安尼时间会较拄好安尼。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重要报告，恁看投影片就好。投影片第一个，咱有一个那个当选的名单呢，有没有？有当选名单不？要紧，安尼我有一个口头讲就好。咱的周报内底的第2点吼，咱小会顶，咱有召开顶礼拜的这个好会啦吼。咱拢总有2位长老高林清、谢清佑来担任长老，选着长老执事廖秋平、张子兰、龚硕文3位来当选执事。咱来报告2礼拜。咱伫这个明年吼。明年的这个第1主日就要来做就任，甲咱公告安尼。第2，咱正拄有看到迄个感恩节，搁倒来感恩节遐就会使吼。感恩节，咱的感恩节吼，伫11月24吼，11月24，咱有要举行这个感恩节奉献。咱即摆是特别为着咱的50周年的感恩的各种的活动来做奉献。咱备办心伫11月24，咱来做奉献。过来第5点，搁倒来投影片就会使，原来投影片就好，原来投影片就会使，咱无遐时间播遐济吼，原来的投影片就好。来，咱有大岛团有要举行这个荣耀丰收21天的禁食祈祷会，吼，荣耀21天的禁食祈祷会吼，咱鼓励兄弟大家签名来参与，就是咱安尼一日选一段的时间来禁食。咱伫后壁第1楼，咱有一个公布栏，个签名，你要参加倒一日，拢21日，都是为着遮个咱的百姓要受洗，咱为着因来祈祷，为着咱这福音主日事工上帝祝福伫咱中间吼。好过来，咱个下面吼，这个写个下纸啊，咱11月初10要举行幸福小组的激励会，就是后礼拜日。下晡2点半，咱请各幸福小组的同工，以及咱的举办福音地会小组，同工拢甲名单报来吼，互咱的干事通统计名单。咱袂11月初10下晡2点半要举行这个分享会安尼。过来，咱一人说就是要恭喜啦吼，咱的公耀兄甲玲姐伊的公主招勋医师吼，要伫过来拜六早起10点要伫邦桥吼，来开设一个3木耳鼻喉科要开业礼拜。咱伫台南的所在，咱只有甲伊祝福。咱甲公耀兄甲玲姐恭喜一下好无？搁陈妈妈甲伊恭喜吼。祝福因一切拢顺遂，来造就足侪当地遐侪居民安尼啦吼。好，佮其他的报告咱应一下好。有查经班，过来第2华语查经班，佮第3。咱手抄圣经要伫11月28来结束，请恁写好的人赶紧来交转来吼。好，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吼。稍等下咱请小委员留落来，会咱甲咱遮的贵宾来翕张相做纪念。然后咱煞是佫有一个庆生会哦，还是时间拢结做伙。咱来吟上英的诗吼，来吟上英的诗，咱就来做结束。咱请起立来吟上英的诗，399首。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他必应同在。愿主也更偏就你，应主必宽待你。主相信。保守你对自是到永世代。三个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施恩赐福保守，伫咱正大家中间，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咱密道，准备来庆生。请坐。
时间足宝贵，咱请11月份的寿星行起来。唔知咱这贵宾有11月份的生日咯？来，拢行起来吼！来唱生日快乐歌，来，拢行起来来。祝你生日快乐，万事顺利，祝你生日。咱们请正贤就是来为阿姐唱了哈。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来，请正贤就是来分阿姐来，拍门哎，来牧师哥祝福，要介绍啊哈，咱来为着寿星来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11月份的寿星，我奉你的名来祝福因，互因伫因的生命中间有主耶稣的同在，更较丰盛，更较甲为主做见证，伫因的家庭、伫因的生活、健康、伫工作事业。上帝祝福满满伫因中间，感谢你，互阮领受今早起这个丰盛的宴席，互阮大家转去路站，一路拢平安。我的好朋友啊，我的 best， 因有深受感动，欢喜来军队主，甲阮做伙伫教会领受这款的祝福。感谢俄罗主，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大家表示平安，愿你平安，多谢。哇，时间我随来接落去啊！吼，咱请敬拜团稍等一下，我们照个相。来，咱请这的好朋友